你係咪成日都覺得好眼瞓？明明瞓夠，但就係冇晒精神，皮膚又成日痕癢、出紅疹，搞到你好煩惱。手指公、膝頭哥又成日隱隱作痛，去睇醫生又話冇事。呢啲可能唔係普通嘅亞健康咁簡單，而係你個身體入面正燃燒緊一場無聲嘅火災，一種叫做慢性發炎嘅隱形殺手，正悄悄吞噬緊你嘅健康。權威科學佐證，呢個絕對唔係嚇你。全球頂尖學府哈佛醫學院嘅研究早就證實咗，慢性發炎對心臟病、糖尿病、癌症，甚至係腦退化症呢啲重大疾病嘅共同元兇。哈佛大學營養學權威胡炳祥博士就話，我哋嘅飲食習慣正正就係點燃或者撲滅呢場體內火災嘅關鍵。有一項叫做 Predimed 嘅大型跨國研究，追蹤咗成7500個人，足足5年時間，結果震驚咗整個醫學界。採用地中海飲食嘅人，唔單止心血管疾病風險大幅降低，就連體內嘅發炎指數都顯著下降。撲滅體內火災嘅超級消防員，咁究竟邊啲食物先係撲滅體內火災嘅超級消防員呢？第一類 Omega 3脂肪酸，來自深海嘅三文魚、青魚，就好似消防水炮咁，可以強力抑制發炎反應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嘅研究就證實咗 Omega 3係對抗發炎嘅關鍵武器。第二類多酚類化合物，喺番茄、藍莓、綠葉蔬菜入面嘅抗氧化劑，可以中和體內嘅縱火元兇，即係自由基。哈佛研究更加將番茄列為抗發炎食物嘅第1名。第三類益生菌，乳酪、味噌入面嘅好菌，可以鞏固我哋嘅腸道防線，阻止發炎物質入侵血液，從源頭滅火，助長火勢嘅3大縱火元兇。當然，我哋都要遠離啲會助長火勢嘅3大縱火元兇。頭號縱火元兇：精製糖同加工食品，佢哋會令你嘅血糖急速飆升，就好似火上加油咁。2號縱火元兇：過量酒精，酒精會加重肝臟負擔，引發全身性嘅發炎反應。3號縱火元兇：長期壓力同瞓唔夠，佢哋會令你嘅免疫系統失調，令體內火災一發不可收拾。今日開始成為自己嘅健康消防員，對抗慢性發炎就係一場體內嘅消防任務。多食奧米加3、多酚類、益生菌，遠離精製糖、酒精同壓力。由今日開始，讓食物成為你嘅藥物，成為自己身體最專業嘅健康消防員。最後，請大家幫手點讚、訂閱同分享出去，俾你嘅朋友知道，等大家可以守護自己嘅身體。